大家好，歡迎嚟到思睿 Keep Going， 我係思思。今日想同大家傾一個好多人都關心，但又好少人用內向角度去講嘅題目：內向人點樣可以做好業務推廣，甚至變成推廣達人？講起業務員，大家腦海第一時間浮現嘅形象，多數都係好開朗、好健談、積極主動、面皮夠厚。由細到大，社會都默默傳遞緊一個訊息俾我哋：做銷售就一定要外向。但係事實係唔係咁呢？今次想介紹嘅書《內向又點樣？唔刷存在感都能夠成交》，作者杜蒼謙講俾我哋知，內向嘅人都可以成為 top sell。佢喺書入邊好誠實形容自己，既懦弱又木訖，仲係一個典型內向人。按常理嚟講，呢種性格好似同業務員三個字背道而馳，更加唔好講嘅銷售冠軍。但係作者冇逼自己變成另一個人，反而研究出一套由6階段組成嘅階段式業務推廣法，喺唔改變本性前提之下，一步步建立實力，最後成為銷售高手。咁點做到呢？呢6個階段係咩？事不宜遲，我哋即刻開始。階段1：開發新客戶，用調查型揾對嘅人。目的：揾到對你產品真係有興趣或者有潛在需求嘅人。好多業務最辛苦就係呢步，一開始就硬銷，講到口乾都係撞牆。作者建議內向者採用調查型開發，唔使賣力推介，先以平常心核實對方有冇基本興趣或者適配度。記住，唔係所有人都係你客，重點係對焦，而唔係盲目催谷。預先界定客群，就好似你賣小學教科書，你唔會去老人院推銷，你嘅推銷名單應該係學校、補習社、家長會、教育社群。作者話，內向嘅業務員應該用調查型開發，就係唔好窮追猛打，一口氣不停咁話自己嘅產品有幾好，而係平凡嘅、毫無特色嘅、和平心靜氣嘅去確認一下對方係咪有興趣買你產品，反而顯得尊重對方時間，容易獲信任。階段2：破冰，用近至遠嘅話題排序，目的卸下心防，建立舒服嘅對話氛圍。作者分享喺跟前輩上門拜訪時，發現前輩由車站行到客戶公司，一路都好似觀光咁，其實係吸收現場素材，等見面時有自然話題。呢度最重要嘅唔止係準備話題，仲係話題排序，由近到遠，由對方最熟悉到最宏觀。近至遠排法事例，最近嘅客戶公司內可見事物，例如大堂佈置、展示品、獎狀、最近活動。稍為外圍，附近店鋪、交通、社區變化，就係你啱啱由車站行到客戶公司，一路見到咗嘢。最遠嘅今日新聞、行業趨勢、大環境。我建議係一開始唔好拎新聞大事講，因為對方未必有留意新聞，咁樣會造成尷尬嘅氣氛。相反，由對方熟悉領域開始，例如之前提到嘅客戶公司內可見事物，咁樣做，佢哋會比較容易接到話題，對話自然流暢。階段3：探詢，用過去、而家、未來去問。目的：掌握客戶資訊，確認你產品可唔可以幫到手，並為之後簡報度身訂造。探詢最易，踩地雷兩樣：問錯問題，問錯次序。作者喺過去、而家、未來框架幫你有秩序嘅挖掘信息，又唔會令對方覺得被盤問。以下係有關問法嘅例子：過去、之前用過嘅方案、經驗點，可唔可以解決問題？例如之前小三數學你哋用邊本？學生同老師反饋點樣？而家點樣？遇到咩瓶頸？例如而家改版之後最花時間係備課定改卷？未來如果有更貼合目標嘅方案，你最想改善邊3樣？例如下學期如果換套配套，你最重視係題型梯度、線上練習定教案支援？作者提醒： 1. 每次問一題唔好連珠炮，聽多嘢，記低關鍵詞。2. 深挖原因，點解而家仲用舊版？可能涉及預算、流程、家長期望，呢啲先係決策關鍵。3. 設定分岔，如果發現對方明確冇興趣或者冇適配，唔好夾硬嚟，直接跳到第6階段，跟催，若有興趣，進一步確定佢嘅需求，以度身訂造嘅做出一份合適嘅簡報。階段4：簡報，目的提供最適合客戶情景嘅說明。
好多人以為專業就係介紹齊所有功能，結果簡報越講越長，資訊超載，客戶越聽越亂。作者提醒，資訊時代客戶自己會揾資料，你哋價值係幫佢揾同幫佢了解。所以早喺第3階段，探詢已經講過，要為佢哋度身訂造咁做出一份合適嘅簡報。話穿咗就係唔好面對任何一位客戶都用千篇一律嘅簡報，因為有關嘅內容根本唔係完全客戶想知道嘅資訊，當中夾雜咗不必要嘅資訊，令簡報冗長乏味。你嘅簡報應該針對客戶需求而製作嘅，客戶冇興趣嘅可以唔提。階段5，收尾，幫客戶清走唔落單嘅理由。目的針對猶豫不決嘅客戶，逐一處理疑慮，令佢可以安心決定。簡報之後，客戶通常有3種反應：1. 即時決定；2. 猶豫不決；3. 明確冇興趣。1同3可以直接入第6階段跟催。第2種客戶反應就到第5階段收尾，因為第5階段就係為猶豫不決嘅客戶而設。佢哋猶豫不決嘅原因有好多，但作者提醒我哋已經到最後階段，切記唔好強迫推銷，因為會破壞之前辛苦建立嘅信任，令你永遠失去一個客戶㗎。作者銷售成績仲係好一般時候，已經唔會對猶豫不決嘅客戶講依家做緊推廣優惠，要買就要快之類嘅説話。唔知大家有冇試過，當你喺一間鋪頭猶豫緊俾唔俾錢買一件產品嘅時候，突然間有個職員同你講，依家做緊優惠，要把握時間，唔係嘅話，優惠就會冇價啦。當你聽到依句説話嘅時候，你會有咩反應？如果我聽到依句説話，通常我都會慢慢咁放低件產品，然之後離開嗰間條鋪。因為我會認為，如果我真係對嗰件產品有剛性需求，我根本就唔會貪過咁優惠。相反，各位職員咁講，我仲擔心嗰件產品係咪有問題。所以書中指出，我哋應該排除客戶唔落單嘅原因，你可以俾實質嘅證據或數據佢哋了解。例如，佢哋好擔心相關產品好容易撞爛，咁樣你可以俾一啲有關撞擊測試俾佢哋嘅，令佢哋放心。如果佢哋放心，同時亦會增加落單嘅意欲。作者強調，無論如何，如果客戶最後都唔落單嘅話，切記唔好死纏落去，因為你都唔想永遠失去一個客戶。階段6跟催同未成交都保持良好互動，目的維繫關係，為將來成交或轉介鋪路。其實由破冰到收尾中，任何時點都可以適度進入跟催模式，因為作者喺階段式業務推廣法最大目標係同客戶保持良好關係，令佢哋將來有機會再幫襯你或者介紹朋友俾你。講到跟催，我想分享一個實例。我有位朋友，佢係經營一間清潔公司，我哋叫佢 A 先生。佢專門為客戶提供上門清潔服務，例如清洗冷氣、地氈、清潔玻璃窗同埋清理全屋或者公司等等。A 先生佢有一個習慣，佢會將客戶嘅手提電話號碼記錄喺電話，一到大時大節嘅就會一個一個咁經手提電話通訊程式 App 同客戶寒暄一番。但寒暄中 A 先生係唔會提及有關清潔嘅業務。但係神奇嘅事發生啦，就算 A 先生喺寒暄過程中對有關清潔業務隻字不提，但佢嘅客戶仍然會突然間俾訂單佢。我朋友嘅成功，我認為佢做對2件事。第一，令啲人記起嚟，因為 A 先生一到大時大節都會揾客戶。第二，喺寒暄過程中 A 先生冇諗到被推客戶正在推銷嘅感覺，因此 A 先生有好多翻頭客或者係轉介。最後我哋做個總結，杜康謙嘅階段式業務推廣法唔係教你變成另一個人，而係教你用最舒服、最自然嘅方式，逐步建立信任，確認需求，提供價值，促成決策，並長期維繫關係。內向者唔需要打破自己，只要放大你本身嘅優勢，專注、聆聽、思考、誠信，就已經足夠喺銷售世界走得穩、走得遠。當然，傳統強攻式推銷咗某啲場合依然有效，但長遠嘅市場越嚟越重視體驗同信任。你係內向定外向？你想做短跑型選手定係做長跑型選手？
如果你對呢套方法有興趣，不妨親自去書店揾返內向又點樣，唔刷存在感亦都能夠成交，依本書帶佢返屋企。多謝大家聽到呢度，祝大家都揾到最啱自己性格嘅推廣方法。如果覺得今集內容有用，可以分享俾你朋友。我哋下集見。